好啦，我等一久才等到你个机会，让小姑娘讲我的真心话。八姑娘啊，你着成全我啦！救命啊！叫声九姑娘，你莫惊慌，恁爹是当朝的老灵公，阮兜的家世嘛无普通，你甲我门当户对，正好来配成双。哼，我上讨厌你这种人。西江娘娘是阮大姊，老夫是国中潘林美，官居大司马，财大势嘛大，少爷决心要将你娶，上加反对就无性命，无性命。你甲看，五弟心肠实在足好个，参一个和尚伫咧破病吼，伊都这样啊，真尽心伫咧甲照顾。啊，搭迄五姑啊，一生就上爱交陪即落和尚啦、道士啦。唉，安尼啊，催娶千几落摆啊，伊也毋啦。啊，害6个甲我即个7个8个，甲当拢袂当娶某。大哥啊，大哥，你到现在还为着迄个潘好的代志伫咧烦恼。昨昏啊，7弟出手实在太厉害，我是担心花人美伊唔放咱干休啊。伊若唔放咱干休，就叫来找我嘛。对。7弟，不准你乱讲。大哥，这个个性虽然有较懵懂来讲，也毋过照讲起来，无理的是伊潘好啊。这我知啊。不过潘国忠一向执导咱严格，是皇上温天地故，我是惊伊借这个机会来找阿爹理论啦。假使伊若是真实在，安尼敢是这阿爹受气？对，大哥，你所顾虑的是对。后壁60岁的大寿已经也得要到啊，嘛你大寿的日子，潘林美伊若是来，莫啦莫，代志莫，大哥代志莫呢？知。潘林美做不好，老气冲冲来咱兜，搁要向咱讨一个公道。放心啦，我来去找。7弟，不准你出去！杨老灵公，你背后生，将我的后生判好，拍成重伤，你做何了结？好，我叫人出来问看卖，真小蠢的行为，我绝对无饶的。关起来。
大叔嘛，我了解我迄几个囝，大家拢是心兴磊落的英雄好汉，伊绝对袂无故出手伤人，更加袂以刀欺小。老太君，一若你爱死讲你的后生，不可能打伤我的后生。你看来，我的后生满身的重伤，啥物人还会毒手呢？要无敢讲我的后生，家己拍家己心。阿爹阿娘，皇后是叫这个拍伤的。什么？是严肃这个特使？老将军啊，你万且是受气啊！不然，你先将话甲伊讲互伊清楚，是毋是你的七股严师家己一个人出手，或者是恁八位兄长斗阵出手，甲人拍受伤？也阁有，伊为什么会伤伊潘公主呢？潘大司马，人人受礼啊！杨家将，怎会不顾将人伤？怪恁两人无够用，你不该问罪。皇后，哎，阿爹，有冤枉啦！我当是一个国舅，免哪有可能在当天化日之下去抢查某，戏人杨九妹，这是因要脱罪，故意诬赖我的啊！爹，确实哦，是因八个人拍我一个，不过这身躯伤哦，就是天情啦。妈，疼死！你又袂讲，是我亲目睭看见你。我啥物？爹，你若是撩因，别人会讲你也奸杨家将啊。杨老人讲，我较怎样讲？你的后生拍我的后生，如果你目睭内无我这潘国强存在，你也藐视潘娘娘，嘛藐视皇上。行，咱来去酒店边滚干！潘灵美，阿爹，我绝对袂饶你！你若是要抬七弟，就抬我的援招嘛。孩儿是供应，无好我教导这地，
差点你死罪。阿爹，害你原体这个受死。阿爹，害伊原体彻底受死。阿爹，害你受死。叫你大我，阿爹。这个去判伤判好，判伤就判不着。阿爹，你若要杀，你杀我啦，阿爹。阿爹你大我，阿爹，阿爹，你看将军。老将军，判好的喜人救妹，这是事实。伊老先生，伊判林美，已经知影伊家己无理，无一定毋敢将这件代志上条去走皇上。但愿如此，你把我背起来。阿爹，阿爹，害你后摆毋敢。这一摆，看了恁娘亲，跟你做兄弟的名分，了解你这一次，后摆若这样的行为，绝对无帮你甘休。是。